之前咧，我哋拍別墅比較多啦，依家我哋逐漸咧拍翻一啲洋房俾到大家參考。今日睇呢個小區咧，珠海交界坦洲嘅怡豐名門，以珠海一路之隔，兩個紅綠燈嘅位置就係珠海啦。去珠海最大嘅商場華發商都係7-8分鐘嘅時間，翻港珠澳大橋20分鐘。所以相對嚟講，呢個小區嘅價錢對比翻我哋珠海依家南灣片區，單價咧23000到26000不等啦。但我哋今日睇呢個樓盤咧，單價低至11000幾，精裝現樓嚟嘅。當然樓層越高，價錢越貴。咁怡豐名門呢個小區啦，相對嚟講，大家可以望下整個小區規模咧係比較大嘅，一共咧有31座樓，成個小區真係好似公園咁樣，大家可以睇下。綠油油嘅感覺，後期喺呢個小區生活度假嘅情況下咧，可以享受到跑步啊、打下籃球啊、羽毛球啊。小區仲有會所嘅，裡面有恆溫泳池，亦有室外嘅泳池、健身房、桌球台，即係基本嘅設施咧係非常多，生活配套啊比較方便。基本上呢個小區你步行出去，小區自帶部分嘅商業街啦，大家望過去對面咧就係坦洲最熱門嘅優越城嘅位置啦，坦洲目前比較旺嘅商場優越城入邊吃喝玩樂飲酒茶全部一並俱全嘅。咁如果你需要大啲嘅更多一啲奢侈品嘅情況下咧，就去我哋珠海華發商都啱先講嘅7-8分鐘，需要去到我哋珠海嘅三武會員店喺呢度過去都係15分鐘左右嘅時間。所以喺呢度生活嘅話，你可以享受到雙城嘅生活配套。其實我哋今日拍呢個盤，因為第一佢價錢啊比較抵啊，唔需要花太多嘅銀碼就可以享受到度假生活，加上佢嘅交通時間比較短啦。我哋先會過嚟坦洲。其實喺坦洲呢個地段之前，大家可能聽得最多就係冇配套，但係日益繁華，佢會逐漸成熟嘅。加上依家我哋中國咧有一個小城市試點，就係坦洲啦。所以後期佢個配套同埋地理位置、交通會越嚟越好嘅。後期你無論喺呢度居住或者想出手咧，相對嚟講接手嘅人群非常多。因為目前坦洲咧全部都係喺珠海呢邊價錢太高嘅情況下咧，選擇咗喺坦洲生活。大家望過去啦，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羽毛球場啦。中意電練嘅朋友咧，基本上你落樓就 OK 啦。右手邊咧又有籃球場，過去嗰邊咧又有籃球場。佢嘅設施啊做得比較充足之餘咧，綠化又比較高。咁依家只要賣緊嘅咧就係我哋右手邊最邊嗰一座啦，26座嘅單位，88平方到109方。當然同小區咧仲有119方同埋135平方，好多 size 俾到大家選擇嘅。樓層高少少嘅，價錢會貴翻少少，12000、13000幾嘅大裝修，26座單邊位，景觀視野比較開揚啊！咁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上去睇下示範單位先。怡豐名門26座呢邊個戶型咧，非常之誇張嘅，佢個贈送面積比較多。我哋先從入門口個位置俾到大家欣賞下呢邊個單位到底係點樣嘅。2個電梯就4伙。咁我哋今日睇呢個咧屬於01單位，大家可以望下呢個位置全部都係贈送空間嚟嘅，所以有需要嘅情況下，呢度完全係可以做間房嘅，或者到時喺呢度做翻一個小朋友玩嘅娛樂天地都 OK。出邊仲有個露台嘅，所以後期你亦可以喺呢度晾衣服，或者將呢個玻璃再往出邊推少少，做大佢都 OK 嘅。107方，遠超佢個建築面積啊！咁我哋依家睇呢個單位實際交樓嘅時候咧，地磚唔係呢種顏色嘅，因為隔離嗰個交付標準咧鎖咗門，所以拍一個示範單位俾到大家參考。呢度咧就係餐廳嘅位置，呢個廚房咧都做咗好大個改動嘅，依家係做咗一長條嘅位置，所以後期你幾個人兩公婆一人煮飯，足夠空間嘅，好闊綽啊！呢度有窗戶啦，實際交樓嘅時候都有櫃有電器嘅，就係嗰個入戶門個位置，實際係呢度嘅。呢度係有埲牆嘅，圍繞住嘅，冇咁長嘅，佢係打通咗生活陽台先有呢種視覺嘅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我哋有以前拍落嚟嘅一個交付標準嘅 video 可以俾到大家參考。我哋先將就睇下呢套單位改造完咧，非常之舒服。當然每個人追求嘅嘢唔一樣啦。呢套單位107方係比較適合一啲家庭人口唔多嘅朋友，
可以了解下。人口多都唔緊要，可以做到4間房嘅。咁呢度咧實際係一個露台嚟嘅，佢將呢個推拉門拆咗，推咗出去，封咗玻璃。咁佢依家賣嘅26座咧，係我個人覺得比較中意嘅一座嘅。單邊位採光視野真係爆標嘅，下邊有啲臨街商鋪，你緊需要步行出去啊，就可以買餸食飯啦。如果需要飲酒茶旺啲嘅，喺呢度步行過去優越城購物中心，係僅需要幾分鐘嘅時間。我哋今日睇呢個盤係坦洲最旺嘅一個區域嚟㗎啦，基本上一啲吃喝玩樂咧，僅需要步行過去，好方便嘅。依家南灣係23,000到26,000嘅單價，呢度咧最平嘅單價11,000幾大裝修，稍微靚少少嘅樓層就13,000左右。即係第時咧睇翻揀邊一座，揀邊個戶型嘅，每個戶型價錢唔一樣。咁我哋今日睇呢個戶型咧就130幾萬，即係睇翻揀邊個樓層，因為佢有啲樓層咧出邊嗰個露台長少少嘅。要加少少錢嘅。我哋依家睇呢個長者房啦，亦可以做客房嚟嘅。發展商真係聰明嘅，放咗個米2床。咁實際咧，其實放個米5床，唔要床頭櫃，佢都幾闊空間嘅。啲房咧就中規中矩，因為佢好多個贈送空間咧喺入門口同埋露台嘅位置，包括廚房嘅位置。房間咧都同我哋之前其他普通房間係差唔多嘅。過嚟呢邊有個公區嘅乾濕分離沖涼房啦，乾濕分離馬桶鏡櫃全部有齊晒嘅。咁我哋左手邊仲有個房，呢個係半贈送一間房，比較長少少。呢個作為兒童房其實幾舒服嘅。到時天花吊頂全部做好晒嘅，呢度到時做翻衣櫃就 OK 啦。我哋望一望呢個主人房，佢冇話做得好出色，但係每寸空間利用得起身嚟咧，做得啱啱好嘅。沖涼、馬桶、鏡櫃。大概嘅情況係咁，過嚟睇下呢度就係我哋講嘅休息區啦，放咗米5床啦，呢啲係冇飄台噶啦，全部已經打好晒嘅，斗頂嘅衣櫃。咁107方大概嘅情況係咁，3房2廁，亦可以改到4間房都 OK 嘅。當然佢有分01同埋02嘅，咁呢邊02咧屬於單邊。出邊個採光會更加靚，呢個係屬於01單位嚟嘅。因為發展商嗰個交付標準鎖咗門啦，咁我哋依家過去睇下呢個發展商有個88方都非常驚喜嘅，我帶大家望一望呢個戶型都非常靚仔嘅。我哋先睇88方呢個 size 先，交付嘅時候咧都係一啲木門嚟嘅，咁後期咧自己可以換翻一啲中意嘅款式都 OK 啦。呢個位置係全部贈送空間嚟嘅。所以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做個麻雀房啦。其實每一寸空間咧係睇翻大家點樣去用啦。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嘅，有2個露台。呢個露台咧，發展商係推咗出去嘅，拆咗之後封咗玻璃，望出去咧係坦洲一啲城市景同下邊一啲村屋嚟嘅。攝影師可以步行過嚟睇下呢個位置。我哋望過去右手邊咧就係依家坦洲最熱門嘅樓盤佳景康城。依家單價咧賣到14,000幾，好嘅樓層賣到16,000左右嘅大裝修。咁我哋今日睇呢個小區以佳景康城咧，梗係一路之隔，足足平咗3000蚊一平方。今日睇呢個樓盤咧，因為一啲車位嘅問題，所以降咗部分價錢嘅。以前呢個盤咧都賣到15,000-16,000蚊嘅，低樓層11,000幾，要好啲嘅樓層咧13,000幾，帶埋裝修俾到大家嘅。咁呢度位置屬於餐台啊，過嚟睇下呢個廚房，就喺呢個位置係有個窗戶嘅，打開可以採光透氣都 OK 嘅。咁依家睇到呢啲櫥櫃啦、電器啊，全部有齊晒㗎啦。到時呢度咧放個雙門冰箱係 OK 嘅，出邊仲有個露台，我哋可以晾衣服啦，或者擺下雜物啦都 OK 嘅。如果唔想風吹日曬嘅情況下咧，自己裝翻個玻璃封埋佢。會更加好用少少啦。再望下啲房，裏面其實實際情況係可以做到3間房嘅，因為發展商打通咗一間房，做咗一個主人房、一個衣帽間。咁呢度位置係其中一間房，依家都係放咗個米2床。其實放米5床咧，大概到呢個位置，挨住窗戶咧就幾闊嘅。如果唔挨窗嘅情況下咧，就會比較逼啦。畢竟佢88平方就做咗3房2廁啦。公區嘅洗手間，
乾濕分離，鏡櫃、馬桶有齊晒噶啦。右手邊呢個位置交付嘅時候啊，都係一間房嚟嘅。依家主人房同呢個位置打通咗，所以佢非常之闊落，有個衣帽間嘅位置，過嚟咧仲有個沖涼房，乾濕分離嘅。所以將呢個空間咧做到咗一個極致啊！總價大概係120幾萬啦，首期嘅話18萬到就可以立低呢間單位啦。咁呢個 size 人口多嘅情況下都可以選擇比較緊湊型嘅4房。如果中意享受嘅，將啲房打通晒就 OK 啦。88平方大概嘅情況係咁啦，總價120幾萬，大裝修嘅。依家係屬於26座單邊位。採光視野比較好嘅一個戶型，我哋再望下109方，係我個人比較欣賞嘅一個戶型嚟嘅。大家可以望下，佢係一個橫廳大陽台，可以做到4間房嘅。咁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將呢間房打通佢，仲可以做到南北通透，呢度做餐台，哇！嗰種空間咧特別唔同嘅。我哋可以過嚟望下，依家睇到嘅咧係發展商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木門啦，到時中意嘅話就換咗佢得噶啦。呢度可以做鞋櫃嘅。先睇第一個贈送房間先。呢個房間咧相對嚟講就細少少嘅，放個1.5米床，挨住呢個牆先 OK 嘅，有埋採光噶啦，望出去嘅視野都闊嘅。當然第時睇翻大家揀咩樓層咯。呢邊咧樓層越高，價錢就越貴嘅。咁呢個 size 咧總價嘅話140幾萬。可以立低一間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客廳非常之長嘅，呢度位置贈送咗一個面積，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呢度可以擺餐台嘅。我量下呢個尺寸俾到大家欣賞，呢個客廳個長度啊，真係好誇張嘅，7.8米嘅闊度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咧，我啱先講嘅，將呢間房拆咗佢，打通咧有南北通透嘅感覺。我哋先睇下右手邊呢個廚房先，我驚大家一陣忘記咗呢個位置啊。係一個長條形嘅，採光喺呢邊，洗手盤、洗切炒 OK 晒。呢個單位咧就呢個位置只能放一個細型嘅雙門冰箱，如果需要大嘅話，只能將個冰箱放喺呢邊啦。所以後期咧睇翻點樣安排。如果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，將呢度位置拆咗佢。將冰箱擺喺隔離就 OK 啦，呢邊又可以做餐廳嘅位置。我哋望下呢個單位啦，呢個露台啊，哇！攝影師可以跟住我過嚟睇下，非常長個露台。我同大家測試下到底有幾闊啊？7.89米，接近8米一個大露台嚟嘅。你咪話放洗衣機啦，喺呢度練高爾夫球啊都 OK 嘅。中意大客廳嘅，你到時將呢個拆咗佢，裝翻一個落地大玻璃，更加大個客廳，真係非常之享受嘅呢個單位。同時咧，我哋係睇小區園林嘅位置啦，落下邊咧係一個籃球場嚟嘅。呢個小區嘅活動設施咧都比較多，有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恆溫泳池，仲有健身房，即係嗰啲設施俾到我哋業主使用咧都比較 OK 嘅。我哋再過嚟睇下啲房俾到大家參考啦。首先我哋睇到咧就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，乾濕分離、智能馬桶有齊晒噶啦。再過嚟之後咧，我哋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，隨大家安排咯。到時啲床啊挨住佢，咁呢個空間會更加闊啲。如果人口唔多嘅，我建議大家將呢個房全部拆咗佢，做個飯廳、大客廳比較享受。呢度我哋可以正常用翻作為客房。飄台咧已經拆好晒嘅，我哋依家睇到嘅就係交付標準啦。除咗依家掛住嗰啲空調冇嘅，全部都可以送晒俾你噶啦。睇下呢間主人房，好闊落噶。其實我哋日常瞓覺1.8米床已經足夠噶啦。我同大家測量下呢個位置到底有幾長啊？依家成個房間個寬度咧係有4.5米到嘅。我哋日常瞓覺最大咧2米床已經足夠好多啦。咁仲有2.幾米嘅闊度，所以後期喺呢度放個沙發仔傾下偈、飲杯嘢，或者呢邊個衣櫃做多少少都 OK 嘅。望下呢個沖涼房，乾濕分離嘅結構。
都好闊綽嘅，呢個位置都好闊嘅，所以後期沖涼你唔會覺得壓迫嘅。1.3米接近1.4米，你可以放個浴缸喺度都冇問題。馬桶啦、鏡櫃啦，咁109方呢個 size 咧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佢嘅總價咧就140幾萬，大裝修嘅，唔介意低樓層嘅話，130幾萬都有得揀嘅。到時睇大家選擇咩樓層咯。同時咧，呢個小區仲有1樓嗰啲單位嘅，接受得到嘅朋友可以了解下1樓。咁我哋怡豐名門26座嘅戶型咧，基本上全部睇晒啦，就係88方、107方同埋109方3個 size 嘅咋。當然呢個小區仲有其他 size 喺度出售緊嘅，119方啦、128方啦、139方啊，呢啲戶型大積嘅都有，但係價錢咧相對嚟講啊，如果係選擇高樓層嘅話，15000左右嘅單價，2樓啊、1樓啊、3樓啊，12000幾、13000都有交易嘅。咁到時咧就睇翻大家點樣揀咯。我建議大家選擇26棟，因為佢屬於單邊，採光視野會更加闊。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呢一座咧係挨近我哋隔離呢個出入口嘅。咁你日後咧過去隔離買菜食飯啊，去商場啊係比較方便嘅。如果有啲朋友仔覺得珠海、南灣嗰啲樓盤價錢比較貴嘅，又想近口岸嘅情況下咧，可以睇坦洲嘅樓盤。性價比非常高，10000幾、11000、12000就可以選到一啲樓盤啦。包括我哋近期咧比較熱門嘅一啲 TVB 嘅藝人啦，都選擇咗我哋隔離一個樓盤叫中澳春城，兩個小區之間好近嘅。如果第時喺呢邊睇樓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可以安排周邊幾個樓盤一齊去睇睇，了解下到底邊個小區更加適合生活，因為每個人追求嗰種環境唔同。呢個小區咧就好似逛一個公園咁樣，又係發展有一定時間嘅。當然呢個小區喺舊年年底咧都有啲爭議嘅，因為車位嘅問題。但係依家解決咗，而且價錢平，我個人覺得係值得入手嘅。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，喺中山、珠海有需要呢啲咁嘅高層樓盤或者低首期或者別墅，我哋都可以安排到嘅。可以根據需求啦、性價比嘅，我哋會優先俾到大家參考。咁簡單講下呢個小區周邊嘅生活配套啦。第一咧，小區樓下佢有臨街商鋪嘅，啱先講嘅優越城就喺隔離，步行過去 OK 啦。因為呢個地段咧係坦洲最旺個區域嚟嘅，即係配套比較充足，好多品牌型嘅喺呢度過去我哋珠海南灣嘅華發商都應該係7分鐘時間，相當於你喺坦洲生活可以享受2個城市嘅生活配套。咁怡豐名門呢個小區咧喺門口都有啲巴士站嘅，可以去到我哋坦洲啦，或者中山，或者過到珠海都 OK。如果需要翻港珠澳大橋，你可以選擇揸車，亦可以手機打車，應該大概都係30蚊左右，基本上翻到口岸噶啦。需要直通巴嘅情況下咧，對面佳景康城樓下就有永東巴士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嘅。有啲需要補充嘅，或者需要特價單位嘅，具體情況嘅可以留言俾我，亦可以約我哋睇下實景嘅。非常感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